课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类认证第3单元阅读测验。我们接着来看阅读测验的题型，它分为文句理解、填空选择2种题型。在做阅读测验以前，先跟大家建议，一定要看课语能力认证基本词汇，才能了解课语的意思与正确用法、写法。比如讲，从2项让到嘅让片定过，就按到嘅汉字，按到嘅词汇，大家係唔係得早都了解佢嘅意思呢？比如讲，你这时儿童乜嘅呢？儿童นั่ง就是踩踏。比如讲，那等就是踩着。按这个草坪，唔好落球นั่ง，这么漂亮的草坪，不要进去踩踏。介下老大家講嘅係單詞，2項讓到嘅係詞彙，從呢集日向不夾，日向不夾係乜嘅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是袒胸露肩。比如講，伊日向不夾打側膊，讓到人類將實實提上來做。他袒胸露肩打赤膊，看見人來才趕緊拿衣服穿。呢本抗疫能力中高級認證呢本詞彙嘅書，對大家來講係當重要嘅參考工具哦。還有介紹 USB， 大家咪愛提出來聽咯。用聽 USB 來訓練耳力嘅聽力，聽講來訓練耳力嘅口述能力。讓睇呢本書就做得認識更多嘅抗疫漢詞，還有客家詞彙嘅意思，閱讀經驗就冇問題咧。再過來就係聽來做一隻抗疫嘅書寫，相信大家做得動輕鬆，就通過抗疫能力中高級認證。